Hello, Liu Xie,我今天头又是去 school 叫呢，当初个行业好的，现在呀俺来谈这个呢，没被个那个我今天的朋友呢，Liu Xie的了，他不没来，你有个东西是啷个了，俺来继续讨论。可喜可路让的